今日挑戰嘅係俄羅斯轉體核心訓練，一齊嚟試下啦！呢個動作主要訓練核心肌群，雙腳微曲，腳踭掂地，雙手拎住啞鈴，手臂屈曲，手踭貼住身體兩側，向右慢慢轉動上身，保持手臂屈曲嘅狀態，啞鈴隨身體轉動，感受腹部核心肌群嘅收緊，慢慢有控制咁將上身向左轉，咁樣先算係一個完整嘅動作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睇到呢度，即係唔夠喉啦！記住睇埋其他嘅影片 ，follow 我哋獲得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